怪怪的啊，有人一直叫你木炭木炭木炭，你会那个心情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但还好啦，我看到我爸爸比较他的名字，我就觉得我安慰多了。我爸叫杂技，杂技阿美族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笨斗的意思。我就觉得阿美族男人怎么了？就是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然后男生啊都是嫁出去的祸水。如果他不具备有一些功能的话，没有人会娶我们。所以母亲的阿美族的妈妈、母亲们，他们就会给男孩子都取一些就是有功能性的，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嫁得出去，会有人要这样子。所以男生的名字都很特别。然后木炭，后来长大之后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把它形容转变啊，就是 energy 嘛。也是嘛，能量嘛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energy， 每个人心中都有使命，不是很好吗？对，不是只有烤肉而已，烤肉才会想到木炭。我后来才慢慢的一些释怀，就很喜欢自己名字，也很喜欢自己的家乡，甚至喜欢自己部落这样，就开始出唱片的时间点也很妙。其实早在2000年吧，就那时候有机会认识很多业界的老师，因为我常常参加比赛，就我17岁开始写歌，但我唱歌不是很好听，所以都是参加写歌比赛，很少参加唱歌比赛。唱歌都找那个，反正原住民很多很会唱的嘛。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，他们家很妙，他们家他的阿公很有名，就是郭英男。他们家长得乱七八糟，可是唱歌都很好听的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其貌不扬，我其貌不扬呢。我有成语，其貌不扬，根本是天籁。就是那个。可是慢慢的写歌，很多评审老师就开始认识我，然后一开始是李寿全老师，然后是帮王力宏做专辑，然后说我想说我也很想要那样，因为我写歌，但唱歌我真的很弱，所以老师迟迟都不肯答应。可是那时候我有机会写歌给齐秦，我吓一跳，还可以。歌还可以当这个主打歌来拍 MV 啊，然后但因为唱歌不是很好，家里又没有什么钱读书就读到一半我就去当兵了，再回来然后在主乐团的时候，其实台湾的整个音乐市场不一样了，就是开始有 MP3 了，然后 MP3 把很多唱片都打垮了，本来一开始是有仿盗版，有没有？现在不用盗版了，都 MP3 就传来传去的，就根本防不胜防，很多唱片公司都垮了。然后真的很开心可以出唱片的时候，06年突然出唱片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跟我想象中的唱片的行业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有出唱片会有保姆车，没有？打开进在里面还有小荧幕 AP9，没有，就是还有小弟在旁边，没有了，就完全跟那个刚开始进入那个唱片。那个感觉不一样啊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然后07年入围金曲奖，就是那时候图腾乐团，然后入围金曲奖，又被苏打绿打败，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干嘛？唱歌真的有我想要的吗？然后好了，继续唱。可是08年大家穷死了，政府还在发消费券。真的没有办法活了。我觉得在音乐这个工作里面，我找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就完全不会像当初接触音乐圈那时候李寿全老师那个时候，我就决定要回去唱歌，决定要唱母语。我那时候想得很好，然后我就回去部落里面做事情，我就办演唱会，然后用演唱会的钱回去部落带部落的年轻人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没有自信的年轻人，就找回自信，找到一些就用文化来，现在不是都提倡观光吗？对，用文化来赚钱。第一开始想得很好，就办演唱会，然后办在都兰那样，让很多人认识都兰那样，那时候很有自信，然后
门票好像卖多少，卖300块吧，忘记了。然后真的有歌迷去都兰，6个人。我们还讲说可以卖酒，卖了就先把酒冰4箱，然后还赔钱。后来想说谢谢你们来，因为我们只有加我7个，我们几个这样4箱一起喝这样。我不知道那是6个人的歌，我现在记不记得他们是谁了？我不晓得他们现在还记不记得我。可是那时候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是错的，可能后来我还是再回来台北。然后唱，可是就很用力的唱主语，一直到现在，每年就会用演唱会钱，然后去部落当做我们部落青少年的文化的教育基金，然后他们表现不错的就可以跟我一起表演。现在看他们2个，他们都长大了，都5年前的事情，我们都5年了，很快。然后最近突然也碰到很特别的事情啊。我们也是第一次，就是东海岸有33个 BOT 开发案，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？知道。东海岸很漂亮，你现在去都很漂亮，现在都还没有盖什么房子，但是我们怕有一天它会变像垦丁一样。垦丁以前也很漂亮，就是我去在还没有那个春天呐喊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的垦丁也很漂亮，海滩真的是白白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什么垃圾的。也没有房子挡住风景，你要下去开车一路上风景都被房子挡住，看不到风景的。你要看风景，你要停车他可能要给你收100块，没有的话住饭店3、4千块，海景第1排可能还要更贵。我很害怕我的家乡变那样。当初很多饭店也说要给我们就业机会。可是我都觉得钱都被他们赚走了，我们一辈子都只能赚那个，就是员工啊、扫地啊、整棉被啊，偶尔可以看到署名去饭店唱歌啊。我不知道，我突然害怕起来，我应该我需要更有力量做这些事情。人的发展有很多方式，我不觉得破坏自然之后再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是最好的发展方式。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原住民，我们自己 BOD 嘛，政府投资我们30亿好了，我自己随便讲泰币嘛，我们办法，我们自己想办法盖，我们可以做生态好，我们可以盖传统屋啊，就是全部都是传统的房子，矮矮小小的，就是用当地的建材来盖房子，就全排传统屋不是很漂亮吗？整条都是传统屋，然后有 WiFi， 你可以去那边打卡，又可以给部落，就是这个盖传统屋的技术只有原住民有，然后给部落的人这个钱还落落实实，就让大家赚啊，大家就是做民宿的都可以赚钱，我们不用大饭店了，你好好帮我们行销拍广告，找署名代言啊。砸个200万拍个代言的 MV 也不错，就打赤脚奔跑在那个传统屋前面，是啊，享受台东的阳光吧。这样很好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棒，就不会破坏自然。重点是那当地的人文气质也不会因为功利主义。被破坏掉了。我要的是这个，就是连自然、连人文都可以被好好的就是保护下来，而且还有更有不一样的发展。然后 BOT 的事情还没停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联署，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反对 BOT 的一些方式，就是联署这样。就是除了就顺便加入我署名的粉丝团，然后旁边有联署，那个在用网络嘛，因为叫你们帮我们去抗议，好像也说不过去。抗议很辛苦哦，曾经都是在抗议的。这是歌迷帮我做的，他帮我做了一个布条，就是守卫传统礼仪，对啊。
很酷哎，而且他们用原住民的姿态，好小小的动作，谁的巴拉？谢谢你们，很辛苦。当保护土地、保护地球变成大家的责任，不是只有原住民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当纳美人没有？可是你们可以参加原住民，有我们在这里，对，希望随时大家可以加入我们。我想要唱这首歌，很多人很爱都兰，但我希望是真心的，所以我唱了这首，写这首歌叫《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》。谢谢大家。